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继续带大家来关心花莲7.2大地震的灾情。目前是已经有10个人死亡，9000人受伤。好消息是，昨失去联络的天祥精英酒店的员工，即阵是去互发现伫咧中环的红旗啊获救人，搜救队已经救出40多人，不过预估还佫有660人掉伫咧山区。空袭机为天顶翕落来，台北线一个免隧道翕到有人求救的画面，在场人一直握手摇人红旗啊，后壁有一台巴士互石头讲歹去，研判就是天祥精英酒店的人。搜救人员快速出动，行入去中环175公里的所在，四界拢是放落来石头，规个硬碰碰。随着精英的员工，也有游客，算算超过40人。民众互人解救了后，心内也惊到目屎流落来。都一直砸下来，很恐怖，都睡不好。那种恐怖的景象真的是体验过来，真不想再有第二次。经过真久的等待，总算互人救出来。看到亲友随受难，还阁有人互石头结甲骨折，还阁有人头受伤，好在在拢无性命危险。另外一个队伍伫还阁一直地动，到冒险开车入去山外村救援，然后差点叫石头击到。后退，后退。走。埔罗湾山外村超过100人平安落山。另外一边，沙卡当步道救援人员半身浸入水内，惊险绕过溪，救一个伤者。德卡伦步道搜救也有好消息，不过伫小水路步道发现有一个人死亡，遗体捌互石头地掉的。途中经过了3个淹死谷，还有4个大崩壁。那我们现在到达这个溪谷之后，发现患者预计用吊挂的方式。It's just to go against the wall of the cliff, try to shelter myself like this, and then a few seconds later I just got a rain of rocks. 前一暝，特搜队暗摸摸入去烟仔口，救出11个民众。花莲县真济矿区原来有人掉伫内底，直升机初时载去向和平矿区空投物资了后，加60多人修炼线铁力。伫和平矿区这个所在是吊挂一个死者的遗体，佮用直升机后送6个工人。哇，那个石头太多了，哇，像子弹一样啊！哎呀，从上面这样，不知道跑哪里啊！哇，我们都怕沙包，我们就都在沙包后面。那个台八线之后，那后面就是用步行的方式接近，应该也是险象环生了不落子不断。然后路况也非常的糟糕。因为强烈地震和中环的灾情真济，根据消防署的统计，到初时下晡5点，包含天祥精英酒店在内，掉伫内底有660人，其中个新增加合流浪营区。目前失联的人数包括救客动累计原来有38人。后续会看路段抢修通车的状况，特搜队会持续入去搜查，了解是毋是还有人掉伫内底。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真济对外道路地动了后拢断去，亲像这苏花公路的下清水桥，是花莲往回宜兰的唯一一条路，即阵是赶工咧修理，按算要到拜六暗时6点，细只车会当过。另外，代替装伫火车头的月台是去互土石陷害去，也无法度确定当时的修理方式。树仔车路因为地动崩山，满世界拢沙土，不时阁有石头继续为山壁落落来。这是苏花公路的中德管制站路段，为着避通车，已经出动怪手赶紧处理。苏花公路影响严重的路段，阁有规个地基拢崩落的下清水桥，抢救难度悬。下晡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交通部长王国材到中德路段视察，讲下清水桥会先加强以前的旧桥，互细只车通行。最重要是台9线苏花公路的下清水桥的断桥，那断桥这一段是没有替代道路，所以一定是要抢通才能够从花莲往宜兰走。在4月6号，那么下午6点以前，先完成临时变道。那这个临时变道可以通过小型车，然后大概4米左右。苏花公路中德管制站附近是营啊满世界，现场嘛会使看到有工作人员在咧清理道路，希望会使赶紧通车。行到边仔的中德火车头，这个火车头因为月台损害，已经无法度互旅客使用。目前只有载回的火车会使直接停靠。
过台泰路落落的条啊也有必损。总体火车头虽讲铁路无因为地动损害，但是过台就无乐观。载客火车袂使伫遮上路旅客，修复的时间目前也三无钟。崇德站呢，因为它比较靠近啊，我们这次落实区啊，所以它有结构上的一个疑虑哈。那我们为了安全第一嘛，所以我们现在暂时崇德站没有办理客运。花莲大地党甲部分东部地区对外道路拢摇动，经过抢救代替表示，拜市铁路专线已经正常，村总的火车头一旦结果鉴定，才通决定后一步。苏花公路上尾的抢救路段下清水桥，安算拜六6点通互细只车行，5月底开放大只车行，年底才通完成重建。电文产表示，大只车即阵爱先以台北线接中环，也是行南回公路做替代方案。记者林友凯花莲报道。行政院长陈建仁今日是去访较真严重的花莲秀林乡总督地区，当地乡代会主席就讲，目前还阁有100多人失去联络，望政府赶紧甲因斗相共。秀林乡代表会主席邓明向行政院长陈情，讲失联的人数甲县府的统计有差，芝麻也有100多位昨人联络袂到。那现在表定上有看到一些失踪的人数，其实还不止。那在这里，希望我们院长能够帮我们秀林乡的村民，大家都失联的，真的很可怜。100多都是在哪里？都是富士、崇德跟秀林的人目前还失联就对了。对。陈建仁请秀林乡长，搁再加花莲县府确认清查人数，也让直接加中央应变中心通报。县政府报告的这个数据呢，很显然有低估的现象。那这样的一个低估的情形呢，我也希望乡长或者是代表可以透过我们通报的管道呢也可以跟我们中央应变中心能够来通报。总直管这站伫咧大地动了就是封锁，因为抑个地动尾一直伫咧摇，所以居民伫初3下昼就被撤离。经过一间登记出来看，也是惊，有一个开店的担心路唔知当时正会通，会影响因的生活。昨天大地震完一直有持续余震，所以它会陆续一直掉下来。一个月敢会好？无可能啊！本来想讲清明节几工啊连假看，有寡生意好做，即摆拢无去啊。附近的总直高校虽然有一寡灾情，不过运动场也是暂时设置收容所，后边将骗人。很恐怖，很担心家庭。哦，那你家里有怎样吗？轻钢架掉下来跟那个天花板。预计停水到什么时候有通知你们吗？没有。那生活上是不是很大不方便？蛮大。虽然地震过了，生活真无方便，不过大部分的秀林乡民讲，日子也是会过，希望苏花公路会让赶紧修理好势通车。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甲日本拢常常发生地震，真侪日本人感念过去台湾甲因斗救灾，即阵拢烧煞甲咱烧天。除了日本首相菅田文雄是随刊文章讲愿意斗相共，出名的连锁素食店嘛宣布捐200万台票，各团的歌手又是去是捐215万。另外，这全家便利商店，阁有非营利组织和风，阁有一寡名称，亲像是西英子，拢发动募款，呈现咱台湾甲日本坚定的友谊。我来关心乌克兰迄边的消息，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拜二签法案。把这参战的年岁对27岁降到25岁，目的就是要调搁较侪兵去前线。另外，罗西亚发生音乐厅恐怖攻击了后，报名要做兵的人就一直增加，这10天内就已经超过16000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初二签署法案，该党红动员做战斗任务的年岁为27岁降到25岁，希望在志愿役人数减少的情形之下，征调搁较侪兵力。不过，乌克兰的民众对这看法是无啥共款。Ну, я як військовий скажу, що це добре. Нам потрібна заміна. Ми закінчуємо. Так, це може до моєї дитини дістатися. Я не хочу. У мене єдиний син. Я одинока мати. Навіщо ж ви мені вибачте? Я стільки років його тягнула, щоб його, вибачте, забрали, і хтось його вбив заради забавки. 乌克兰国会去年5月份就已经通过这个法案，送予泽伦斯基了后，说会放伫遐无签，目前还无清楚伊签署法案的原因。不过泽伦斯基进前捌警告，罗西亚有可能伫今年的春天热天发动攻击，而且讲到乌克兰军方还阁需要50万的兵力。不过拜三煞改喙讲，
所需要动员士兵的数量已经大幅度减少。The conscription law means that Ukrainians are not willing to capitulate, that Ukrainians will be defending, that there's unlikely to be a, diplomatic settlement to this war. 因那罗西亚在音乐厅恐怖攻击事件了后，报名要做兵的人数是直头增加。2024年自愿做兵的人已经超过10万人。光是恐怖攻击了后的10天内，有16000人要做兵。公司新闻陈慧仁编译。中国送真侪鸟禽互外国变外交，毋过照契约行，若是因的生的鸟禽仔囝满4岁进前，就会转去中国。中国是送一对鸟禽互韩国，伫咧2020年的时阵，伫遐出世，号做福宝，正做这爱宝乐园的大明星。毋过时间过甲真紧，福宝嘛到爱离开韩国的日子啊，昨福宝是正式启程，才到6000外介意的民众专工去介意消息。自从福宝出世，就甲照顾的饲养员嘛真毋甘，竟然是活伫咧车边后。看到在福宝的大拉古是慢慢仔驶出南韩京畿道龙仁市的动物园的时阵，落雨阁守伫现场的民众是真正目眶红，大家一直七目屎。虽然即摆是无法度看到福宝，但是车体外口是有画福宝真古锥的形，车身顶悬阁写拄到你是一场奇迹，讲出真侪人的心声。She was the one who gave me life's biggest happiness. Now, as she transitions into adulthood in China, I hope that she finds a wonderful partner and continues to experience happiness, just as she did here in Korea. Take care, dear Fubao. 푸바오니까 저한테는 그냥 이름 자체로 행복을 주는 보물. 그냥 저한테는 진짜 보물 같은 존재라서 저는 참 오늘 이 뜻깊은 날로 정말 슬픈 날로 기억될 것 같은데. 2020年伫南韩出生的福宝是中国鸟禽外交的产物。伊的父母是2016年对四川来的乐宝和爱宝，根据中韩双方的协议，福宝必须要伫咧满4岁进前送返去中国，找含伊配对的鸟禽。虽然双方嘛真唔甘，但必须要讲再见的时阵嘛是来啊。 푸바오를 오래오래 기억해 주세요. 푸바오로 할부지로 여러분을 잊지 않겠습니다. 그리고 여러분 너무 많이 울지 말아요. 푸바오 잘 데려다주고 올게요. 모두 감사드립니다. 对福宝一出世就甲照顾的饲养员江泰婉，南韩的民众对伊是真熟悉，因为因看过福宝搁在学行路的时阵，下晡江泰婉的脚踝棒，搁会活伫边仔塞奶，要互伊耍手机啊。福宝的每一个举动，都互民众感觉是古锥甲。江泰婉嘛因为安尼，封叫做是福宝的阿公。但到伫福宝要离开的前一天，江泰婉的妈妈扫嘛过身，但是同款是坚持陪福宝做伙转去四川的鸟禽基地。根据央视的报道，福宝伫拜三暗时已经顺利到四川的基地啊，伊必须要经过30天的隔离检疫，若一切拢顺利，唔免偌久，伊就会和大家来见面啊。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泰国曼谷北部的华富里府，互人号做是高山仔城，是真出名的观光景点。不过自从疫情了后，游客无介因市，游客减少，即寡高山仔就无物件通食，走去共抢。即当地居民是一直咧抗议，即阵官方总算是答应会甲因掠起来。 泰国首都曼谷北部的华富里府一向有高山仔城的称呼，当地高山仔有2500只。疫情发生前，一寡游客会炸金蕉等食物来甲吃，变作是当地的观光特色。不过新冠疫情封城影响，游客消失，这高山仔找无食的，变得真饥饿较歹，会抢当地人的食物。为了防止高山仔入侵，当地主体商店窗仔门关暗暗，居民怨叹讲，家己才亲像住伫人仔内。 伫少年山攻击事件也甲居民真生气了后，泰国野生动物管理局伫初三宣布，顶礼拜已经采取行动，因用金蕉甲诱拐高山仔进入人仔内掠食的伫街路4架数的高山仔。到目前为止，有37只狗已经挂暗箍。 其中有一寡公的是领袖，也有考虑分化这领袖。泰国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抓到了后会甲这阵狗掩起来，转移去专门饲因的所在。 นับแต่กลางเดือนนี้ไปที่จะเริ่มมีการดีเดย์เนี่ยผมว่าภายในประมาณสิ้นเดือนพฤษภาตามไทม์ไลน์ที่เรากำหนดไว้เนี่ยเดี๋ยวท่านผู้มีการรักษาป่าจะแถลงให้ทราบทีเนี่ยเราปัญหาเราจะคลี่คลายลงได้อย่างรวดเร็วแน่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ในเฟส2ซึ่งกำลังเตรียมการที่จะหาแหล่งงบประมาณในการที่จะสร้างกรงลิงซึ่งสามารถจุลิงได้อีกเป็น1,000 ตัวเนี่ย
มันจะทำให้ปัญหาที่ลพบุรีจบไปเลย 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虽然已经开始掠高山的行动，不过伊的部门会甲当地政府合作，确保至少也有一寡高山会当自由伫街路行动。野生动物保护办公室的官员嘛指出，高山也是有因的天性，嘛需要学习适应。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亚洲上界好嘢，印度的集团信息工业的头家仔囝7月就要结婚啊！这阵是承办真请赢的婚庆 party， 去遐宾客拢是全世界的大头，亲像是比尔盖茨、瑞哈娜等等的人弄到底。咱这回来看壮观场面。Let us do special dance for beautiful couple. Hello, hello, तू फ्लोर पे जब है आई लो。芭蕾舞的性感名妻兰威尔辛格，甲伊的牵手芭蕾舞女神蒂米卡帕都讲，两人共台跳舞，以前只个拿伫咧电影内面才会出现的情形，随之出现伫咧安巴尼家族的发源地古吉拉特省的小镇詹姆纳加。伫咧即天上舞台表演的，一个芭蕾舞的三皇天王美国魔术师布雷恩，一个美国流行乐天后蕾哈娜。印度上大的苏林集团信息工业主席，也是亚洲第一好嘢的安巴尼，替个虽然后生安兰特所办的婚前狂欢会，在这边让国际社会看到什么是超越往昔的民间婚礼。3天的派对一开始是办到车51000人。मैं ये मानती हूँ कि मैं इतनी लकी हूँ कि हमारे जामनगर जैसे शहर में मेरा जन्म हुआ है और अंबानी सर का तो क्या ही कहना, वो तो बहुत दिल वाले हैं। बिकॉज उनके बेटे की प्री वेडिंग शूट है तो मुझे तो अच्छा लग रहा है बहुत ही, पर थोड़ा नर्वस फील हो रहा है क्योंकि काश मैं भी उनकी फैमिली में से होती तो बस ऐसा ही कुछ。第二天安排来自全世界各地1200位贵宾参加安兰特占地3000英亩的私人动物园，看伊饲的2000多只珍贵的动物。第3天就是真侪明星的舞台表演。When it came to my youngest son, Anand's wedding with Radhika,I had two important wishes. First, I wanted to celebrate our roots. Second, I wanted the celebration to be a tribute to our arts and culture. 新郎安兰特的老母信息基金会主席塔尼，为了要向印度女神南郡母祈求这对新人永远恩爱白头偕老，亲自上台跳规段的传统诗歌。安巴尼2018年，甲伊的查某囝夏伊办的世纪婚礼，迄当阵，互人讲敢若是小型的达沃斯论坛，因为前美国国务卿希拉蕊加凯瑞拢有来。因为这边又个沙地工业部长，美国前总统川普的查某囝伊凡娜，高科技业者的头家像比尔盖茨、萨克伯格等人拢有来。这就正 party 的安巴尼，毋但是包办宾客，加大交通娱乐所有支出，而且来参加的人也有出席费。有消息讲，像表演19首歌的蕾哈娜就摕到630万美金。毋但是安尼生，趁到这边安巴尼家族婚礼新闻热调，吴刚了和个人彩妆品牌 Fendi 伫咧印度上市，抢讲这个价值30亿美金的美妆市场，这才真正是摊价变贵。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突尼西亚的哈夫主小镇是真善者，当地有青少年专工组乐团演出，互民众看，希望互因的社区会当更较活力，居民的心情会当更较开阔。一个青少年得到音乐哪唱哪拍节奏，逐礼拜五，突尼西亚这个小镇哈夫兹的这间旧学校的教室内面，就会听到传统的音乐声甲电子音乐。这个人口无到1万人的小镇，毋但是失业率悬，居民散车。自杀的比例也一直正悬，但是自从这个音乐社团出现了，这个镇的气氛也开始无同。فينا دونك دخلنا للكلوب باش نتعلموا حاجات كيف ما قلت باش نحيو ستريس نتاع قرايه جمعه كامله باش نشاركوا في حفلات نمشيو نزوروا بقايع اخرين عملنا غنايات من تاليفنا يعني 这个音乐拢是当地儿童甲青少年所演奏，因伫咧过头了，拢会做伙创作排练。用音乐来表达心内情绪。Il traite les messages souvent très intéressants, les émotions extrêmes, l'épanouissement des femmes, l'état du pays, leurs rêves, etc., l'environnement. Et aussi, il mélange les styles de musique. 突尼西亚88是一个伫咧推展校园音乐社团的非营利组织。
即马因有支持突尼西亚全国580外间公私立的高中，590位学生组社团，均有机会接触音乐创作。真侪学生伫咧参加演奏活动的过程中，培养出领导力加团体合作的精神。Le but de ce concours, c'est pas vraiment la chanson en elle-même. La chanson, c'est vraiment le produit final qu'ils vont garder tout au long de leur vie. Mais le but, c'est qu'ils travaillent en équipe, qu'ils apprennent comment gérer le stress du quotidien, comment travailler dans un délai limité. 突尼西亚88即马有收到来自欧洲投资银行加突尼西亚教育部等单位的资助，继续伫咧校园内面推展音乐社团加演奏活动，希望音乐教育会当伫咧突尼西亚开花结果。对地方的小镇甲社区有正面的影响。公司新闻牛眼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